外資喺韓國股市嘅淨賣出突破1000億美元，散戶竟然反向接低600億美元嘅籌碼，晶片股被直接推上斷頭台。點解光刻機霸主 ASML 交出完美業績，反而變成散戶嘅催命符？今次呢單新聞係咪代表半導體神話已經玩完？好，進入分析正題之前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點解人工智能 AI 需求依然強勁，半導體板塊卻遭遇血洗？答案其實藏喺資金籌碼嘅跨國博弈當中。進入2026年下半年，外資喺韓國股市嘅累計淨賣出規模呈現垂直自由落體，突破1000億美元嘅歷史極值。而代表散戶嘅資金正以前所未有嘅斜率向上攀升，反向接低高達600億美元嘅籌碼。老實講，華爾街投行早前利用 AI 週期，佢哋用盈利預期成功拉高咗市場估值，喺 SK、海力士等亞洲記憶體巨頭身上賺取咗非常豐厚嘅利潤。當 ASML 業績徹底證實 AI 硬件需求，散戶情緒達到沸點嗰陣，外資毫不猶豫咁撳低沽貨獲利嘅掣。ASML 呢份2026年第二季財報將未來透支同強勁執行力演繹到極致。先講睇淡嗰邊嘅理據，佢哋認為產業鏈權力會出現極限反噬。ASML 企圖對較成熟嘅深紫外光刻機，即係 DUV 進行高達10%嘅加價，仲同最大客戶台積電喺售價上爆發強烈分歧。單台造價高達4億美元，即係高數值孔徑極紫外光刻機，簡稱 High-NA EUV。高昂嘅造價令到晶圓廠卻步，設備商又想透過加價榨乾中下游利潤。呢種零和博弈將極大壓縮未來毛利擴張空間。而且中國市場第二季佔比去到14%，預計全年依然維持大約20%。喺美國隨時可能祭出一刀切制裁嘅背景下，呢部分受限於成熟製程嘅高毛利營收，簡直就好似懸崖邊嘅雞蛋咁危險咯。再講睇好嗰邊嘅理據，佢哋擁有無可逾越嘅物理學護城河，摩爾定律嘅延續，完全綁定喺極紫外光刻機，即係 EUV 技術上。美銀同摩根大通基於強大嘅訂單能見度，全面上調2026至2028年預期。摩根大通指出，2028年產能大幅擴充，將會令當年每股盈利即係 EPS 有望突破65歐元。美銀更預估2028年 EPS 高達75.43歐元。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即係 DRAM 產業向 EUV 轉型係不可逆轉嘅趨勢，呢樣嘢為佢提供咗深不見底嘅長期增長引擎。睇完好淡雙方爭論，我哋直接用數據講話。第二季度 ASML 錄得淨銷售額高達93億2600萬歐元，按年增長21.3%，按季升6%，大幅擊敗市場預期嘅89億3000萬歐元。毛利率由首季嘅53.7%強勢攀升到54%，營業利潤高達34億5600萬歐元，營運利潤率達37.1%，淨利潤有29億1700萬歐元，純利率達31.3%。攤薄後嘅 EPS 錄得7.58歐元，全面碾壓共識預期嘅6.84歐元。第二季系統設備銷售達65億6000萬嘅歐元，總共售出91台光刻機，其中包括86台新品同5台二手。按應用端劃分，邏輯晶片佔51%，記憶體佔49%，顯示 AI 伺服器對高頻寬記憶體，即係 HBM， 佢嘅需求正瘋狂吞噬緊產能。財務總監 Roger Dawson 特別點出呢29億歐元嘅純利入面，已經全額涵蓋技術轉型衍生嘅預估成本，即係話佢經調整後嘅真實盈利能力更加強悍。季內產生營運現金流17億歐元，自由現金流13億2000萬歐元。季內動用11億歐元回購大約80萬股，並宣告喺8月5日派發1.88歐元季度股息。但係股價喺公佈業績後，受記憶體板塊暴跌拖累，高開低走，展現出強烈嘅利好兌現拋售壓力。第三季營收指引極度進取，預計達到110至120億歐元，毛利率進一步指引到55%至57%，全年營收展望暴力上調到430至450億歐元。行政總裁 Christophe Fouquet 喺業績會表示，記憶體客戶正加緊訂機生產，雙倍資料率記憶體即係 DDR 同埋 HBM 極度短缺，推動今年記憶體業務營收暴增75%。最震撼市場嘅係產能藍圖，幾乎已經攞滿2027年 EUV 訂單，計劃2027年將 EUV 產能提升30%，目標係去到85台。2028年再提升30%到110台。佢同時指出 ，Intel 已將 High-NA EUV 投入18A 製程量產。財務總監揭示咗毛利率超預期嘅真正底牌，裝機基地業務錄得27億6000萬歐元，較預期高出近3億。客戶極度渴望提高現有機台生產力，情願為呢種由軟體主導嘅升級支付高昂嘅純利潤日價。講到底半導體週期隱藏咩核心挑戰？
市場共識認為 ASML 上調產能指引就等於 AI 需求無限，晶片股永遠升。但第二層次思維嘅視覺係咩呢？當賣產嘅人開始為3年後產能瘋狂擴充，並透過加價同軟體升級強勢榨取舊機台價值，往往就係下游客戶資本支出非理性內捲最高點。即係話 ASML 強悍嘅財報，實質上透支緊未來晶圓廠嘅折舊空間同現金流。呢個正正係財報公佈瞬間，聰明錢瘋狂拋售海力士同美光嘅底層原因。ASML 係一台掌握半導體最高指稅權嘅物理學印鈔機，佢唔單止係一間設備商，而係向所有淘金者收稅嘅國王。短期嘅股價回調，係資金睇透產能過剩風險後引發嘅連帶錯殺。好啦，今集嘅財經浩談就到呢度，我係李浩然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